国内假消息散布情形严重吗？根据台大新闻研究所团队结合网络与电话混合调查，有高达83%的民众表示，一年内有收到假消息，高于去年。有超过一半民众认为是媒体工作者、政治人物与境外势力在散布假消息，而当怀疑是假讯息时，民众自行查核的比例提升了。我想今年有几个很重要的现象。第一个是我们发现说，从民众的感知里面，他们发现假讯息散布在生活周遭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那另外一个是说，可喜的现象是，民众他们会对于假讯息会透过各种方式去查核确认真假的比例也比去年高哈。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所以可以看到的比较的数据。那第二个是我们当然非常关切的是说，那台湾有非常多的机构在做事实查核的努力，那这些事实查核的努力有没有效果？那我们的调查结果也发现说，还蛮不错的哦，就是民众对于事实查核组织的认识跟使用他们的查核报告的比例是增加的。那我们在做这么多的假讯息的防治努力的同时，怎么样可以去面对这一些群众？如何能够让现在平台上的资讯是可以有助于我们的民主的品质，而且是可以降低社会对立？那我认为这个是关心假讯息议题的各方人士都可以依据这个结果好好再去思考，然后去想方设法，就是下一步我们要做这个假讯息的因应该如何做。好，那民众会去做这种假新闻防堵啊，或者是这种事实查核的现象呢？其实，在那种类似像说就是高中职以下的这个教育程度的族群，或者是像一些老人的族群或者是中年的族群，其实他们这种会去做这种事实查核和这种假讯息防堵的比例是提高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啦，我自己在这样子的东西里面是认为说，其实透过这1-2年努力啊，这种媒体素养确实是逐渐有在提高的这样子。有趣的是，一般民众对于生活健康的假新闻，大家都会接受且认定是错的讯息，但政治性的假新闻，民众却不一定这么认为。就是说，一般民众对于那个生活健康的假新闻，那个事实查核中心的那个查核效果是非常好的，几乎是大部分人都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讯息，而且是很快的就认定说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讯息。但是对于那个政治性的假新闻，那这个更正的效果、查核的效果，它就会受到政党倾向的一个限制。那比如说这个假新闻，如果是攻击民进党的假新闻，那对于那个国民党的支持者，泛蓝支持者，他就非常就是说容易接受这个假新闻，即使是你给他更正了，也没有任何的效果。那同样的那如果说这是属于攻击国民党的一个假新闻，那个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者、泛绿的支持者，他很快就会相信这个是相信这则假新闻是真的，而且你给他那个更正的讯息，他也不会接受。那所以说这个那个事实查核的效果，它会依照这是政治事件还是非政治事件，另外一个还要依照说这个是攻击的对象是针对谁，那个这个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查核效果。中加宽频赞助齿项调查与结果呈现，透过假消息认知辨识、对事实查核的认知效果与假消息责任与对策5大面向来探讨。整体而言，超过60%民众认为政府科技公司应该限制假讯息在网络流传，即便可能损害人民言论自由，也应该做出防范。一般人会认为啦，别人比较容易受影响，我比较不容易受影响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就会值得我们回过来反过来想一想。当我看到媒体，甚至说不同党，我认为说可能这些媒体，然后一般人会觉得说这个媒体可能是哪一党的，这个媒体可能是哪一党的，都是在为哪一党说话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第三人效应的那种传播效果下，这种传播现象底下呢，其实我们都要去想一想说，当我们认为说别人比较容易受影响，或者是说这种媒体其实好像是在偏颇某一个党派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一想说，我们自己到底是
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我们自己对一些讯息的想法是不是有所偏颇这样子？我们今年针对假讯息的问责还有法规政策部分，也加了几个新的题项。那延续去年，就是民众也认为说，政府啊、平台还有传播媒体，应该要对假讯息的传播负最大的责任。那在这个同时呢，民众也支持说，政府应该要立法要求平台自律，然后呢，也应该要求平台对演算法要做这个透明化的揭露。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也出席论坛，表示从调查中看到民众对立法管制假讯息有高度期待，但立法是一个复杂议题。台大法律系教授苏慧杰指出，用法律对讯息管制可能有2种方式，一种是要求公民更积极，另一个是容许政府更积极的介入。但产生争议时，就会产生政府钳制言论的疑虑，不同价值预设的取舍是两难的状况。记者温俊台北报道。